宝贝的成长书，贝安斯坦熊，家里的新宝宝，作者史丹贝安斯坦和珍贝安斯坦。熊熊国往这里走，你到了就会知道，因为当你来到这，你会感觉像只熊。沿着阳光普照的泥土路走下去，过了一座独木桥，再爬过一座青草茂密的小山丘，进入熊熊国的深处。那里住着一个熊家庭，熊爸爸、熊妈妈和小熊。他们住在一座树屋里，是由一棵大树挖空之后改建而成的树屋。这间树屋非常漂亮，这是屋子里面的样子。在熊熊国里长大非常有趣，可以帮忙熊爸爸从老蜜蜂树上采集蜂蜜，还可以帮忙熊妈妈把青菜从菜园运回家。在熊熊国，小熊可以看见各式各样新奇的东西，也可以做好多有趣的事情。在树屋里成长，小熊觉得非常开心。他喜欢他的房间，还有他舒适的小床。那是一张他还是小婴儿的时候，熊爸爸为他做的床。但有一天早晨，他感觉不那么舒适。小熊一早醒来，发现自己的膝盖和小腿好痛。小熊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这张床对你来说太小了。熊爸爸边说边穿上他的吊带裤，并扣好肩带。今天我们要到树林里帮你做一张新的床。说完，他吃了热腾腾的麦片粥当早餐，然后从蜂蜜壶里灌了一口蜂蜜，拿了他的斧头，出门去了。可是爸爸，小熊跟在爸爸后面问：我的小床该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小熊。熊妈妈边关门边说。她微笑着，轻轻拍了拍自己最近变得又大又圆的肚子。你睡不下那张舒适小床的时间刚刚好。我的小床该怎么办呢？小熊跟在爸爸后面问，但爸爸并没有听到。他正在磨石机上磨他的斧头。没错，熊爸爸说，你需要一张可以在上面伸展的床，一张不会让你的膝盖和小腿疼痛的床。他试试看斧头是否够锋利了，然后转身出发前往树林。我的小床要怎么办呢？小熊跟上爸爸的脚步后，进入森林，又问。熊爸爸已经砍下了一棵树，他正忙着把树干劈成一片一片的。我们家快要有一个新生宝宝加入，会需要睡那张小床。熊爸爸边说边把树干劈成两半。
新生宝宝，小熊问。他没有注意到熊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圆，虽然他有发现最近要坐在他的腿上越来越困难。快要来了吗？是的，很快哦。熊爸爸说。熊爸爸又挥动了一次斧头，把最后一片树干砍了下来。现在他有足够的材料，可以帮小熊做一张更大的床了。他们做了一张大小刚好的床，然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刨木和磨砂，让它变得光滑又漂亮。接着，他们把床搬回树屋，放进小熊的房间。当他们进入房间时，小熊立刻发现他的旧床已经不在那里了。我的小床，小熊说，它不见了。你睡不下小床的时间刚刚好。熊妈妈从隔壁的房间喊道，快来看，是真的。她温暖的小床上躺了一个新生的小宝宝。小熊睡不下小床的时间刚刚好迎接他的熊妹妹，现在他是大哥哥了。小宝宝虽然很小，但很有活力。当小熊靠近他仔细瞧时，他伸出小手，在小熊的鼻子上打了一拳。以一个小宝宝来说，他的力气蛮大的。小熊说。那天晚上，小熊在他的大床上骄傲地伸展着。看来当大哥哥会很有趣的，他说。第二天早上起床时，他感觉很不错，膝盖和小腿都不会痛了。不过鼻子还有一点疼就是了。